世界万行台拢伫台湾新眼界，欢迎收看今仔日节目，我是赵博明阿土啊。观众朋友，蔡英文总统参加全国3亚总工会会员大会，讲到2项代志，值得咱来关心。第一项是基本工资、基本月给。蔡英文总统竞选政见内底有讲5万，甲基本月给起到3万块。今年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建议起5.2%，1点钟工资会到177块，月给会到2万6，总是准做的确是安尼。明年爱起超过800才会达成目标。过来第2项是上架工资法立法的问题。讲到上架工资法，就是国家用法律讲明劳工1个月上无爱摕到的月给。即马草案伫行政院、立法院拢有咧讨论。咱知影工资路的问题，牵涉到通货量上率、甲雇主成本遮的问题，毋是一直去就准拄煞哦。即马有疫情影响，问题就更较复杂。今仔日咱就做伙来关心起基本工资、上架工资立法的挑战、优点甲欠点。小介现场来宾邀请台湾劳工阵线孙友莲秘书长。主持你好，各位观众大家好。邀请淡江大学产业经济学系蔡明峰教授。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邀请政治大学法律系林良营副教授。主持人各位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吼，蔡英文总统参加全国3亚总工会的会员大会，讲到2项代志，就是基本工资甲上架工资法立法的问题吼。咱看到蔡英文总统上任到呾，1点钟的工资为120块起到即马是168块吼，拢总起差不多4成，总是虽讲工资有得起，物价嘛有得起呢。咱来看鸡卵的起价超过3成，你若是咧食头路无家己煮食，食外口所费即马是起5.8%。咱的消费者物价指数吼，现此时是起3.39%，这是9档来上悬的一个时刻吼。讲到起基本的工资，咱就看到劳方甲资方讲法会较无共哦。中华民国全国商业总会吼，因建议是卖起基本工资啦，若是准做爱起嘛，卖超过2%。不过咱来看劳方安怎讲。全国总工会秘书长讲吼，即马消费者诶，即个物价在起吼，买物件的所费嘛变较贵。若是无起基本工资，安尼就袂输讲月给就变较少啊哦。嘛有立法委员讲，虽讲即马基本工资逐档可能拢会调整，总是爱用上架工资法的立法吼，才有法度来较保障咱的劳工的权益吼。这个问题咱今日要来探讨。大先，咱先来看报道。我们确实是有计划的，希望每1年都能够调高基本工资。总统蔡英文提出，政府有计划希望每年应调悬基本工资。按过主计总处切实公布5月消费者物价指数年增率3.39%，继续创9年半新高。不止油价继续低原点，食物类继续起价，鸡卵继续年增率高冲到32.23%，外食费用年增率也高达5.8%。面对通货膨胀，即卖基本工资1个月薪水25250块，民众感觉压力是真大。什么东西都在涨，所以我觉得应该还是不太够的啦。对，因为它还没有赶上就是物价上涨的速度。当然不够啊！你租个房子，现在台北市多少钱？薪水调整赶袂到物价起价速度，基本工资2万5起跳，民众普遍无感觉。面对蔡总统调悬基本工资、调升上架工资的表态，全国工会总会认为，对大部分中小企业负担较大，就可能让企业将成本增到最后受价，带动物价起价，反倒来互国内消费者受苦。建议政府是不是劳工们能够体恤企业？这一次呢？能不能动涨，不要调整啊？等到明年景气比较好的时候再来调整。但万一如果非调整不可，我们希望不要超过2%。希望总统能够督促行政院尽快的把最低工资法送到立法院，尽速来完成立法，作为未来更合理、透明、有效的调整基本工资的一个依据。目前基本工资调整机制经基基本工资审议办法由政府学者、劳资代表组成，采用协商制。
过程无法院参考，看受行政部门左右，呼吁蔡总统赶紧兑现当年上届工资法的竞选政见，赶紧将行政院版上届工资法送入翻译审议。另外传出基本工资建议要调悬到3万，行政长苏贞昌表示会看整体经济能力，为劳工做出上优先的考虑。记者综合报道。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这个图表吼，这个图表空色的是月级。柑仔色的是1点钟的基本工资，咱看到蔡英文总统上任2016年到打吼，2条线拢是一个增加的趋势，甚至是马英九总统任内吼，2008到2016年8档内底嘛有5档是调整是起价的状况吼。秘书长，咱来问一个问题，就是讲，虽望咱即马看到这个数字，会使讲是真水，不过基本工资敢是一定逐档会调整？当然啦吼，如果你用这个趋势啦吼来看啦吼，咱证明一点啦吼。我伫乐天已经27档啊吼，每一档咧讨论基本工资的时哦，咱资方的团体吼拢讲同款的话啦吼，讲这妖魔鬼怪吼，这唔敢袂敢起啦吼，起来讲对经济来讲发展的才歹吼，对劳工来讲嘛受害吼。但是过去这6档来哦，咱基本工资的提悬，其实对咱台湾的经济发展其实是有利的吼。咱过去看到的讲，基本工资伊起了以后，咱这几档来，咱整体的经济发展其实是这数字拢遮美丽吼，就是讲基本工资有调整，经济成长嘛有成长安尼。无毋对，伊毋是刚刚讲伊改善劳工生活的问题，毋是刚这样吼，伊佫有改善着咱整体的经济的发展哦。我记一个啦吼，伫咧去年的时吼，其实去年的时咱受疫情的影响上严重是第二季嘛吼。第2季嘛，吼，但是第2季来讲，咱整体的经济发展其实伊个成长率吼，差不多8.8%咧，吼。咱规个看起来讲，受伤受害的可能是咱国外一寡内需的产业吼，拄好，因为政府有发钱，嘛有起工资，咱对于整体咱经济的复苏其实是较有利的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我头拄看到咱主方的朋友讲上好一摆起啦吼，其实吼应该爱正面去看待讲基本工资伊起了以后，对整个台湾其实经济发展是正面的，是有利的。秘书长，你拄则所讲的这个代志，咱搁较幼路来讲吼，你随便讲去年5月的时阵，3期金界迄个咱的经济成长率是8.22%，高点8.22%。不过，迄个成长可能是海运加的产业的成长。不过，你所讲的，咱国内的市场可能做主价的服务业的，加的人就无趁钱。这个时阵若是搁起工资，对因来讲，敢毋是负担真大？其实国外嘛拄到同款的问题吼，所以咱去年看到吼，今年讨论这个问题是较早一丝啊吼。本来基本工资应该是每一档的第3季吼，第三季啊，因为原则上是第3季才会讨论基本工资嘛吼。今年因为总统讲啊以后哦，咱今日有机会来讲基本工资，我讲这真好哦。去年其实第2季整体的疫情，伊对内需产业，伊对一寡零售服务业影响真大，这咱大家拢知影。但是拄好，咱看到日本，咱看到韩国，其实伊嘛拄着同款的问题啊。吼，国外拢拄着同款的问题，但是因将因基本工资的调整，视为啦吼，因整体的复苏的一部分。其实我感觉讲吼，以国外经验来，咱看国内经验，咱快速的复苏。迄个状况吼，咱其实正面去看基本工资的调整，其实伊对经济发展是无败害啦。是，观众朋友，咱即摆来看，秘书长拄则所讲到的代志，显现伫即个图表内底吼。去年都是因为疫情的影响，拢基本工资来起吼，拢差不多1%左右吼。蔡教授，若是即款的状况吼。秘书长讲到讲，起基本工资对经济的影响是正面的影响。不过，咱看到这2个指标吼，敢讲是起基本工资一定会影响到经济成长，还是讲经济成长好，才会当来起基本工资咧？我感觉这2个无讲必然的关系啦吼。但是你若有较好的这个工资，较好的工作环境，你当然就会当互劳工有较济的用钱。会当来消费，
所以你若要讲有较悬的基本工资，你就会当对经济有贡献，这当然这是正面的。但是你讲经济好歹是毋是拢会当完全讲是这基本工资的问题？这是爱甲好好研究的吼，咱袂当直接就安尼怎啊甲迄个两个怎啊甲大社会落去讲。但是我感觉伫即个起基本工资即个部分哦，有一个足重要的，大家就是讲，拄则咱伫咧访问即个商业总会的主席的时阵吼，有讲到讲。希望讲卖调伤悬，还是甚至讲卖调？其实过去嘛有足侪人讲，你若要调的时阵，你得爱政府去补贴。其实我感觉补贴基本工资即个做法，毋是真好的啦吼。因为你若要补贴，伊若是因为疫情的影响，对着伊生理造成影响，当然政府要帮助伊渡过难关，互伊有一寡补贴，这是应该的。但是咱要起基本工资，咱是因为考虑到整个这个经济变好，因为物价的关系，造成咱一寡基层的这个劳工，互生活过了较无遐好过，还是讲伊的薪水都已经无够通去食，因为基本工资毋通袂记哩，伊是要维持咱一个国民，咱一个劳工基本的这个生活。所以伊若生活无法度过，你去补贴伊，你互伊会通，你甲伊提高这个基本工资，政府甲伊保障。安尼伊毋只有法度去继续即个生活，像咱无爱去对3万块、对5万块、对10万块去讲，你薪水一定要甲增加。咱要去对即个基本工资，咱要对即个基层的劳工讲，你得爱互伊会当有较悬的薪水，因为基层的劳工一般咱伫即个劳动市场内底，伊会当去参即个厂商发拍拉肯的能力是上低，甚至会当讲伊是无能力的。我想讲，咱即个足侪观众朋友，咱嘛去看即个美国的即个职业的篮球啊，职业的棒球啊。职业的棒球过去，咱台湾有足侪表现好的这球员，对因原来毋是伫大联盟，但升起的这个人，因嘛是有基本工资，伫外国叫做上计工资的保护呢。所以谁会去对因遮的即个基层的球员也好，基层的劳工也好，爱去保护，主要是因为因较无迄个力量。会当去参加厂商谈判，嘛会当讲因咧做的工课有真侪部分会起互足侪人会真容易甲伊取代，所以政府为着要保护咱遮的基层的遮的劳工，会当有一个咱袂当讲好，但是会当互因有一个稳定的生活，咱较会去考虑讲爱起基本工资。所以像咱咧起基本工资的时阵，咱会希望讲咱爱考虑物价。咱来考虑咱经济成长率，主要的原因就是伫遮。基本工资是毋是逐档爱起？那以台湾即几档来的即个经济状况来讲，当然爱起啊。你经济遐尼好，你看到足侪制造业的即个厂商，咱足侪建筑行业的即个厂商，要找人拢找无人，要找的人外劳嘛无一定要来咯。咱有真侪外劳拢是适用咱即个基本工资，所以咱起工资，咱毋是讲干那为着保护劳工，咱嘛要帮助咱遮厂商，看会当甲找着较好的劳工袂。咱的厂商若无外力起甲杀，因为咱基本工资，咱毋是一件乌白甲你花讲花，我要甲你起5万、起6万，咱是一档一档慢慢啊起3%、4%、5%，看当地时的即个整个经济状况来起。咱毋是乌白去调的。讲到这，教授，你是伫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内底吼，恁咧建议讲起基本工资的时阵，恁参考的指标，除了你拄则所讲，还有啥物咧？主要大家会较关心的，当然就是你经济有好无啊，你物价有起悬无啊？这是大家上重要咧参考爱讨论这个指标嘛。参考这是上重要的因为咱所关心的，就是讲咱基层的这劳工。我若互你原来遮薪水，你根本的物价已经起遮济啊，你可能无法度生活。我因为要甲你补贴一寡，互你生活较好过，我当然基本工资会甲你起一寡。我拄仔讲一半就是讲，你即个工资咧起过去，咱伫节目之中，咱台语台嘛捌关心过，就是讲起基本工资，除了讲保护咱遮基层的劳工以外，有一个足重要的即个效果，就是讲伊会当互。原来伫基本工资附近的领有无偌悬的工资的人，因的薪水会互咱政府的即个好的即个政策，慢慢甲伊诱悬起来。
所以对着整个咱伫上基层，还是讲咱薪水相对较领袂遐悬的这个朋友，还是讲这个少年朋友来讲，其实对因来讲是较侪保护的，因为大家当入去这个社会的就业市场，通常参厂商咧这个决定这个工作的时阵，通常咱这个少年朋友吼，拢较无遐大的能力，因为你的能力也未展现出来嘛，吼，所以。政府一定要保护你，莫互你讲哦，找一件、找两件，感觉薪水拢足低，怎啊放弃找头路，还是怎啊无想要找头路，对着咱社会嘛是足大的伤害啊。是。所以调整这个基本工资，对着咱整个社会生产力嘛是足正面的帮助的。是。林教授、蔡教授拄则讲到一项足重要的代志吼，就是调整基本工资，会互迄个领差不多基本工资迄个少爷的工资的人，伊的薪水可能嘛会起来。不过这看起来敢若无这个法律的基础吼，啊，这个内底的美感，就你了解，安怎会造成安尼的状况？是，我想有一个足基本的观念嘛，吼，就是讲，咱即马讲的是调整的是基本工资，毋是调整工资啊。是。啊，想要调整迄个基本工资，可是讲表示讲吼，这是咱这个社会内底吼，是一个基本性应该有的生活尊严，应该有的工资的这个水准啊。是。啊，所以讲吼，伊讲，领你经济也无好，你所以有一寡人，伊就是伊可能能力较无好，啊，种伊的薪水本来就较少，所以咱就是讲，哎，有透过其他的力量，互伊的薪水来提高，对无？啊，所以讲吼，过去吼，咱一个国际社会，咱来看，你若讲吼，战争互大家结束，吼，国家伊的经济大发展，吼，迄个时阵吼，通常吼，你迄个工作机会无介济。吼，啊，工会嘛无强，吼，啊，一般迄人民吼，伊伊可能财富吼较少，吼，啊，所以吼，拢爱希望讲吼，当吼紧诶，互因才有遮基本诶生活条件，啊，遮生活条件就是讲即个工资诶部分吼，拢爱透过国家吼，啊来甲伊吼，即个工资诶水准吼来提高，吼，所以说咱看着讲像疫情，伊这个是表示讲吼，你个是迄个看下经济无介好嘛。吼啊，所以有一寡伊个本来头拄蔡教授嘛讲，伊个本来是薪水个较无好的人，伊个是有可能伫迄个生活可能过袂落去啊。吼啊，所以咱台湾本来是工会阁无介强，所以说你应该就是要有政府爱介入，或者有一个算讲一个较边缘性的人，伊个工资呢有法度维持伊基本的尊严嘛。吼，所以吼，咱去看过去吼，即个咱即个吼，即个工资吼，伫国际社会即个发展来看吼，就是讲你也讲是一个吼。本身迄个劳资吼，伊即个协商的力量吼，毋是较对等的，就是讲工会无较强的，所以吼，这个时阵吼，就是讲吼，你可能爱透过你即个政府吼来咧，是讲吼，伊吼慢慢透过政策的手段吼，啊，互即个劳工伊薪水呢，有法度一个过一较好的一个生活水准，吼啊，但是呢，即种生活水准呢，吼，有当时就是讲吼，你也调，啊，要安怎调到什么款的抗战，吼，是拄啊好，有当时是做。无好处理啊，因为你也调一个伤悬，有可能吼，你从伊迄个头家，伊迄个吼，伊咧请这个劳工机会吼，伊意愿无悬啊。啊，你即个劳动力的市场内底吼，安尼嘛是有伤害的啊。所以，比如讲你讲，你还去互雇迄个头家吼，伊愿意起来请即个劳工，但是你甲互劳工有一定的薪水。吼，所以这个是一个到底是要怎去调整这个基本工资，无遐简单。啊，所以有的国家吼，就是讲，安尼就是咱透过一个法律的手段，吼，立法，讲吼，好，咱大家来讲，咱要用什么款的迄个用方法，吼，啊来用一个大拢刚刚讲这是一个较公平的方式。啊，所以吼，每一个国家过去吼，应该是有诶吼，即个政策吼，伊有一寡争议吼，应该透过一个法律的手段、立法的方式，吼，啊来讲吼，咱大家讲，这用什么款的、迄个什么款的、迄个吼方法吼，来吼慢慢来做这个工资吼来调高。啊，所以一般讲有3种方法啦吼，一种就是讲吼，迄个国家政府吼，伊讲啊，我讲偌这个算偌济，这一种啊，但是这种方式吼较专制啦。哦。第二种就是讲吼。咱吼，迄个劳方吼、资方啊，甚至个政府三方，咱做伙来讲，吼，咱一个看法度去迄个协商一个，吼，咱大家会当满意的一个工资的水准，吼。另外一种就是讲吼，迄个就是单纯吼有劳资双方啊的团体，吼，就是讲资方的团体，也是劳方的团体，做是工会，吼，因去协商，啊协商讲啊，政府讲好啊，啊恁讲好就好啊，吼。啊，所以有这3种方式吼。
来讲看法度吼，用立法的方式吼，所以这主要就是讲过去，咱这个工资吼免哪调，是安那为这个吼政策按有需要法律的支持。啊，这法律的内容吼，有啥物款的方法吼？这个主要就是过去有安尼慢慢加才来吼。啊，所以咱今摆讨论讲，要立法无吼？就是讲啊，到底这立法是安那？就是因为你有讲政策，你这个要调整要调，感觉大家毋是讲真满意，还是讲大家讲真公正，所以变有产生一个是要用这个法律的方式吼来解立法吼，安尼这个问题。是。林教授讲到一个代志，介重要吼，就是讲这个基本工资这个问题，唔那是法规的问题尔，这是社会公益，这是生活尊严的问题吼。咱的立国精神内底，咱承认讲人有这个追求自由的权利。啊，咱即马就来看用上低工资的立法，咱会拄到啥物问题？咱需要处理啥物状况吼？上低工资的意思，就是讲劳工伫正常的工作时间内底所得到的月金吼，无包括讲加班啊，还是讲休困的遮的日子吼。过来，另外就是讲，这个基本工资安怎算？上重要的章头就是讲，这个上低工资吼，毋是讲你的这个起薪来算，你可能会有补助，你可能有奖金，遮你因为工作产生的工资拢是伫上低工资的算法内底吼，必须对，毋过才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咱即马基本工资吼，每一档拢会经由这个审议委员会去做一个调整，啊，咱看到讲这6档内拢有在增加，啊，若是讲立这个上低工资的这个法吼。伊规定一个上低工资，这无可能定落永远都无调整嘛，伊可能嘛是爱逐档来调整吼。那安尼，若是安尼讲，这甲咱即马所做的基本工资的调整，算无共。虽然共款是做基本工资，也是咱叫上低工资的这调整的一个基础吼，但是感觉无共款吼。林教授伊是法律迄个学者哦，所以。迄个法律的感觉无共款，其实对伊的整体的迄个政策的最后的决定，其实是无共款的吼。我举一个例啦吼，咱即摆看到基本工资这4个字吼，伊是劳基法第21条吼。咱工资是劳资双方吼来预定哦，但是袂讲基于基本工资，但是基本这2个字吼，无法度去定义啦。吼，较歹去定义啦吼。但是国外拢是用 minimum wage 嘛，或者拢用上低工资嘛。啊，上低工资伊就有 ILO 的相关的迄个国际公约吼，啊相关描述啊吼。所以咱今日看到为虾米劳工团体一直哦讲咱要立法，绝对要立法。第一点，基本工资其实咱即马是劳基法内底的基本工资审议委员会来做讨论。每一档伫第3季，吼，原则上伫第3季要开始讨论，哦，讨论这个基本工资今年的调整的这个数字嘛，吼。但是咱台湾吼有一届吼，是差不多7档无调整，吼。伊7档无调整，伊嘛无理由啊，吼啊！资方每一档嘛拢讲伊无要调整啊，吼！资方拢讲资方的理由遮济，资方理由讲啊，我以前我要出走啦，吼，我要刷去国外啊，后来就讲啊，咱你基本工资啊调整来讲，劳工就会受害啊，安怎理由真济啦，吼，拢将基本工资讲安你迄个妖魔鬼怪共款吼，但是未来如果咱用上低工资法来讲吼。政府还是讲今年无要调整吼，伊也有相当的理由，去达社会解说。我是感觉讲这其实法律的感觉无共款吼，伊对上最后的这结果吼，其实是有影响的啦。是。那当然吼，国外拢是用上低工资啦吼，因为上低工资咱是有一寡标准伫遐啦吼，就亲像讲伫咧。过去咱讲基本工资，伊可能无迄个标准的时阵哦，咱毋知要安怎计算。后来伫咧2009年哦，咱前总统伊签一个叫2公约嘛，吼啊2公约伊讲一个意思讲吼，一个劳工的工资伊毋是干那伊照顾伊家己，顾伊的家庭，是，所以吼照即个精神，照即个迄个原则，咱去设计讲啊伊的工资到底要偌济。
后来才算出来，就可能爱有迄个抚养比啦，吼，其他这部分哦，这几档来会调整，其实。伊可能每一档伊参考的标准都无共款，这当然的，因为每一档的环境都无共款嘛，吼。就亲像咱大家讲的，这几档，咱对全球拢受到疫情的影响，但是为什么每一个国家、真侪国家拢是调整伊的基本工资？因为伊可能嘛有爱考虑到讲伊其他的这个伊原本设定的一个路径嘛，吼，搁有讲伊为着伊满足着伊讲伊很重视伊整个经济发展的需要哦，所以我是感觉讲吼，立法是绝对爱的啦，吼，这嘛是调野的一个公式啦，吼，就这嘛伫咧立法以内底，在野党嘛有版本。执政党的委员嘛有版本，嘛有版本吼，这嘛就欠吼政府的版本吼，所以我嘛常常讲，上好是行政院较紧的，将这个版本送到立法院，大家去好讨论讲未来如何这个总计工资法做吼，会讲作为讲未来吼较合理去调整咱基本工资的一个基础，我感觉讲这是真重要的代志。是。林教授，秘书长讲到讲，若是上届工资法立法了后，若是有任何一档讲今年无要起工资，政府就爱有劳工作具体的说明甲理由。若是具体来讲，这敢是就是因为讲若无要起，就是爱去立法院报告委员会当照着这个法甲伊执行，敢是安尼？是我想吼，迄个最低这个工资制度啦吼，不管是有立法无啦吼，基本上这个制度吼，伊的迄个政策性吼足强的啊，吼，就是讲你无立法吼，一个国家认为讲吼，伊也无去调整这个基本工资吼，伊有失去伊统治的正当性迄阵吼，伊嘛提高啦，吼，你也有立法吼，虽然真好，但是有当时啊吼，你这个立法吼，这个吼内底吼，你参考的这迄个吼，这因素吼，有当时啊，有可能这个基本工资吼，嘛无一定会提升呢。有可能就是讲你因素参考了，有可能感觉讲这可能无需要啊，吼，所以我是认为讲有立法当然好，问题是讲要安怎立法内容啥物货，吼，那所以说吼，伊这是有一个有足强的一个政策性啊，吼，所以我个人认为是讲吼，当然咱就是嘛爱讨论讲吼，要立法啥物款的内容，每一国家拢无共款，吼，像我了解是讲，像日本因的这个基本工资吼，因吼嘛足复杂的啦，因有分讲吼，这个地区无共款。像我过去，我伫迄个北海道，吼，我定来就是讲留学生讲，哦，那北海道吼，伊也去拍工吼，伊扛当家，那迄基本工资差较济啊，吼，所以这个是无考虑到这所在吼，伊的经济伊的水准无共款。另外就是讲产业有无共款产业，日本嘛是无共款产业的这基本的工资，吼，嘛一寡差别，吼。那我要讲的是讲吼，咱台湾吼有要考虑讲，你到底这个基本工资吼，你要有一寡什么款的这个迄个制度的设计无？吼，是讲有的迄个国家吼，伊个考虑讲吼，基本工资吼有一寡吼，迄个适用的对象吼，会迄个排除，吼，比如讲伊迄个劳动力吼无完整的人，吼，比如讲迄个有一寡，比如讲伊是迄个身心障碍，吼，咱讲迄个庇护工厂，吼，有一款人就是讲。你敢要互伊用迄个使用伫迄个劳基法基本工资？因为你安尼可能互迄个雇主吼，伊请这人迄意愿拢无去啊。啊是讲有的人吼，比如讲伊迄个身心障碍，伊也是吼有一个社会参与啊。主要是迄个社会参与吼，伊毋是讲有迄个重点，毋是迄个经济性迄个工资。吼，所以就是讲，咱这个上加这个工资法，这将来吼，咱这个设计咩设计？我头讲的，你要用什么方式来决定？要用什么款的头个因素？咱头讲的做一个指标，吼。另外就是讲要用什么款的这个迄个考虑这种地区，我有差别无？产业有差别无？吼，甚至各位国家吼，各考虑中小企业，吼。当然我毋是讲咱台湾拢爱全部考虑这啦，吼。我要讲就是讲吼，这部分就是讲。咱要爱看什么款的迄个立法的内容吼，这是爱去吼特别讨论的吼。我是讲这部分就是应该就是吼，这个不管是迄个政府也好，立法委员也好吼，应该要提出一个迄个吼整个较这个完整的迄个工作的政策。是，
蔡教授、林教授讲到这个代志足重要，因为咱所了解吼，即马全世界有上计工资诶立法的这个国家吼，事实上因立法内底会使讲无一个是有一个计算诶，咱讲公式，就是讲一定讲安怎算吼。啊，咱即马上计工资法也未进入这个立法的过程，就你来看，什么款诶立法的内容，什么款的设计较适合咱台湾即马的状况呢？我感觉你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讲，你要有公式，迄是无可能的代志啦。是。哦，全世界敢有对一间公司，还是台湾有对一间公司，今仔日要调薪水的时阵，甲我讲，头家我的公式伫遮，你甲我算出来，无可能啊。嘿，因为你每一档，还是每一间公司的状况，其实拢无共。我即个产业的拄着问题，毋是你的产业拄着，共一个产业内底无共公司，无共的领导人。无共的头家拄着问题嘛拢无共，所以绝对是无可能公式。但是你若讲要立法的话，要放入去内底有一个较重要，就是讲拄则咱有讲到讲指标，咱要参考，比如讲经济成长率，还是讲物价的上涨，起的即个比率到底有偌济？这有立法无立法吼，差伫对呢？差伫讲咱对一个领导人的信任啦，吼。咱即马咱看到蔡总统一直吼，逐当考虑到咱遮基层的劳工，吼，咱甲即个规个基本工资慢慢安尼调，甚至讲伫去年吼，拄则咱节目嘛有即个用出来，互咱观众朋友看，就是讲伫疫情严重的时阵，伊嘛是尽量吼调一丝仔，虽然讲调的。即个比率无悬，但是嘛调一丝仔，互咱遮劳工，吼，因为你伫过去伫即档的拍拼内底，其实对咱台湾的经济嘛是有贡献嘛。袂当讲因为伫即段时间的疫情，怎啊甲你规个过去的努力怎啊无看到？所以因为咱即马会看到讲，伫即马总统咧执政之下，咱看到讲啊，逐档都拢会调啊，逐档拢会参考遮的即个指标，所以应该是无问题。但你若换一个总统咧，就若像咱即卖足侪劳工对着即卖基本工资会一直讲要调偌济，是因为过去的政府伫经济足好的时阵，伊嘛是无甲你调，所以较会造成即个无信任。是，所以你若要爱有即个信任感，就是讲，咱就是甲遮个甲你讲，本来是讲啊，你若要调基本工资的话吼，你会当参考。比如讲经济成长率啦，你会当参考即个物价的上涨率啦。我甲你讲，你一定爱参考经济成长率、物价成长率。大家听起来伫观众朋友就知影讲，伫台语的表示顶悬就无共嘛。一个是讲你一定爱看，一个是讲你若毋知要调偌济吼，无你遐甲看一下，看即两个指标，看是偌济。是。法律有规定无规定，就差伫遮啦。所以我感觉这是要对着讲一个政府的约束啦，吼，就是讲你就一定爱看这物件，你才会当决定讲要调偌济。啊，你讲要大家占几趴，这其实爱看当初时、当年度厂商的投资、厂商的生产方式有啥物改变无？你袂当用公式啦。比如讲，今仔日若讲经济的成长率落来。但是落来话，若是比如讲像拄则主持人讲着讲，咱即几档是因为讲出口足好个啊。但是咱即马疫情以后，咱政府规个管制要开始放松啊嘛，所以咱可能有一寡观光，咱可能有一寡即个餐饮，才咧做才卖一寡线货者，经济慢慢转来嘛。因为管制无遐严了，大家就会慢慢出来嘛。外国朋友就会慢慢会当入来咱台湾消费嘛。所以咱伫国内的这一寡本来拢咧做咱国内需求的这个产业，就会慢慢起来啊。啊，咱若讲外国是因为讲即个战争，即个中国去参其他国家，有啥物冲突，还是中国家己本身甲因封城，造成对整个经济影响，啊，整个经济怎啊落来，啊，咱出口怎啊落来。但是咱出口若落5%，但是咱的内需，因为咱内需占咱整个即个成长率，可能占的比率无出口遐济。但是咱的国内需求是增加的哦。啊，你要因为安尼怎啊讲？公式甲你讲，那经济成长率若无增加，你就袂当调，安尼敢有合理？完全无合理嘛。所以，足侪人就若想讲，我去甲你讲，你要有科学的证据啊，你也毋是农业产品啊，这毋是灵异的问题啦吼。有的人讲着爱公式，那讲起来拢是足
会当讲哦，我拢毋是做主管的哦，我拢是看即个公司咧调。但是全世界莫讲有倒一个国家啦，全世界有倒一间公司咧调薪水是用公式的，无可能啦。是。所以重要是讲你爱掠掉即个大原则是啥？拄则林教授咧讲就是讲，伊是法律的专业，你爱看你是重要的是，你感觉适合台湾的基本工资，还是讲台湾的人民较重视的、较需要被照顾是对几项？啊，你甲这指标摕入来调，还是讲全世界人大家拢一定会参考的？若毋是讲大家拢一定有参考的，咱就会当讲卖嘛。啊，人全世界大家拢咧参考的，每一个国家、每一个先进的国家，咱若台湾要甲互咱的生活水平会当较悬的，咱当然爱参考这个先进的国家嘛。一方面，咱会当互咱的国民过较好的生活；一方面，咱嘛会当透过一寡工资的即个收发，吼，会当互咱的企业有一寡压力。毋是讲我一件就怎甲你淹掉，互你无得生存，会当互你慢慢啊成长，会当互你慢慢啊会当参国外这厂商来竞争，这嘛是真好的一个方向。是，教授你所讲的吼，就是讲，若是一定爱照一个公式去算，可能根据经济成长率，啊，若是照一个公式去算，有几档可能算出来会需要降基本工资，敢是安尼的状况？是，你就是讲，你若因为出口啊落落啊，你怎啊要甲降落，安尼敢有合理？你得爱去看是毋是遮个基层的劳工，因对着咱本身台湾家己经济贡献。真正无吗？这是爱好好啊讨论。啊，到另外一点就是讲，啊，你若甲即个经济成长率，比如讲根本表现也无好，但是物价就一直起啊。啊，你基本工资本来你就是要保护咱这基层的员工，会当有一个好的生活。啊，你要调无？吼，所以用公式吼，你是会当讲互一个政府的功能怎无伊啦？哦，既然咱选民会选出一个咱感觉会当信任的政府。咱就爱信任讲，因会好好去参考。啊，但是你若讲这一寡重要的指标，要求因一定爱参考，这我是支持的。嘿。是。秘书长，拄则讲到讲，这个上计工资法内底吼，会考虑到讲无共的产业的需求可能无共。总是咱知影讲，真正需要基本的工资遮的族群吼，可能拢是做线工啊，还是讲劳动力较密集遮的工作的人吼，也就是工作能力较弱势的人。就台湾劳工阵线来观察吼，才会需要上计工资法。即马伫疫情影响底下吼，咱上需要的族群是怎样的人？其实我感觉讲，这个讲法有小可误会吼。为什么吼？其实阮譬如讲劳动吼，阮去接触一寡基层的劳工吼，因拢讲调整基本工资是伊唯一吼调薪水的机会啦。哦。其实这真侪劳工吼，真侪单位劳工拢领基本工资，其实咱唔知影的吼，刚才咱唔知影哦。所以为什么调整基本工资是劳工团体真重要的一个诉求？因为这是政府去介入工资哦，去调悬工资上有利的一个手段。是。哦，国外拢共款哦，所以莫想讲咱身躯边啊吼，拢无领基本工资的人，其实真侪哦。我去看真侪就是我家区的劳工吼，伊讲政府调整基本工资是因有个调薪啊吼，所以吼我感觉这部分来讲吼，台湾过去长久以来吼，咱去拍后头工资的这事实是存在的吼。我举一个哦，头头我嘛讲到讲，咱有一届咱7档吼，7档拢无调整基本工资，啊，迄时阵不管是咱经济好经济歹。吼，过去伊讲无要调整就无要调整啊，吼，所以为什么讲爱立法的意思就伫遮吼？那当然，咱基本工资后来啦吼，后来咱有月的基本工资啦，咱时薪嘛吼，算点钟的基本工资哦，后来有一寡无共款的调整哦，是因为看到讲。咱伫咧部分工时啦，吼，一寡的人哦，伊的生活可能爱受到照顾哦，所以后来基本工资伫咧部分工时哦，算点钟的，但算月哦，算起来算点钟的起啊紧哦，算月的起啊慢哦，这部来讲，伊过去就有一寡政策的脉络啦，吼，所以讲转来啦，吼，我感觉讲其实。咱正面去看待基本工资的调整，
伊毋是干那讲经济问题，毋是干那讲每一档经济部到劳动部去遐扯拼，讲啊经济部可能就反对，可能啦，我无一定是讲伊绝对反对哦，啊劳动部就支持，无一定是安尼啦哦，因为基本工资伊改善着劳工的生活以后，其实伊对可能对劳工住较好的、食较好的，对伊的健康。其实嘛有正面的影响，哦，所以我就感觉讲，今日吼，咱伫咧台湾新眼界来讨论这个问题是真重要的。为什么？咱用真正是无共款的眼界去看到基本工资伊的整个伊的效益，哦，那毋是干那讲改善着伊的劳动条件，哦，伊嘛改善，可能嘛会改善着劳工的生活。啊，伊可能嘛有机会去住较好的房间，住较好的厝，啊嘛住较好的，啊对伊的健康影响其实是较好的。是，好，观众朋友，咱即马来看，根据这个基本工资的问题吼，各界的讲法，大先来看总统蔡英文吼，伊要有计划来提升基本的工资吼，排除困难来提升咱劳工的基本工资。过来，咱来看劳方的看法吼，资方的看法。资方的看法，咱看到中小企业总会理事长吼，伊讲，咱即摆的经济表现吼，各行各业吼，有人有趁吼，有人有了钱，完全拢当这是拢起基本工资吼，会伤害到无趁钱的产业吼。林教授，咱即马讲到咱会当了解讲，即款讲法可能无遐正确，因为咱知影讲，咱台湾的经济其实世界上拢共款，一个国家的经济是一个整体吼，毋是讲有趁钱无趁钱爱甲分开，是毋是安尼？其实吼，你若讲基本工资吼的调整吼，影响遮尔大啦吼，表示讲咱即个社会吼，即个吼。迄个依赖即个基本工资吼，迄个劳工吼，足侪人，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啊。进一步来讲，就是讲吼，敢是因为咱台湾吼，即个产业发展的即个过程内底吼，咱用即个外国人劳工吼，其实即个数量真大，啊，因拢是基本工资，所以吼，你若调整，安尼有真对迄个产业真大影响。但是这是一个足大的问题，是爱思考啦，吼。另外要讲的就是讲吼，当然。会当从这个基本工资吼来个提高吼，我感是真好。但是吼，要提高，毋是讲单纯讲吼，你参考的这个指标吼，这个无清楚尔吼。所以咯，咱来立法。即马就是讲，你很主席，咱有一个基本工资有一个制度哦，吼。但是毋是一个法律吼。当然，伊的这个参考的这个指标是确实无明确无毋对。但是更较重要的就是讲吼，足侪劳工朋友吼，伊根本毋知影讲。到底我这么领的薪水有符合很主席定的这基本工资这水准无？哦，所以你也这问题无处理，你搁从这基本工资搁定个3万、3万六，安尼嘛，这个效果有限。我要讲啥有这个问题咧？吼，我比一个来讲啦，吼，比如讲，咱即摆咱台湾这个迄个基本工资吼，一个足特殊的一个现象，就是讲，咱有两种的这个计算的制度，一种头主持人讲的月缴制，吼，就是一个月来算讲你基本偌济。另外一种的就是讲，全世界国家使用的用点钟偌济来算伊的迄个基本工资。所以咱台湾这种吼有足特殊，用一个月来去计算讲你的基本工资偌济，这是足罕见的。哦。但是这个制度吼造成吼，咱足侪劳工吼根本唔知讲伊到底伊每个月吼伊领薪水有符合这个基本工资无？吼。我要简单来讲，我现在有这个问题啊吼，比如讲。咱这个法律规定，吼，劳基法第2条规定讲，什么是工资？问题是你这个工资的这个定义啊，吼，足侪个是劳工根本无清楚，吼。你讲我每个月我这个迄个拿着薪水，我有交通的迄个补助，吼，有这个迄个租厝的补助，有囡仔的迄个教育的补助。我请问，这是补助，还是一个薪水？吼啊，到底吼，你也要讲算迄个基本工资，迄个基本工资迄个定义的范围，吼是啥物款是工资，是真正你的工资，有诶毋是？甚至佫有诶劳工朋友，连上介基本诶，就是讲，啊，我这有加班咧，伊嘛毋知讲，这加班费是无算基本工资诶，这其实爱这扣掉啊，吼啊，所以咱足侪劳工朋友吼，伊咧有吼，迄个有轮班咧，吼有白班咧，吼有各种什物迄个加班咧，伊拢毋知讲，啊，这是算讲我。加班的钱，还是毋是加班的钱，拢无清楚啊！吼，所以我感觉讲，咱其实嘛爱这面对这问题，就是讲，咱台湾吼足济，就是讲吼，像迄个大头家吼，伊就是这个吼，
月救济，啊，佮吼用一点钟算的制度换来换去。所以劳工嘛唔知讲啊，我即摆是用迄个做时薪呢，吼，基本工资，看做月薪的基本工资，到底是倒一种？吼，我到底对我倒是够有利无？吼，到底基本的工资的即个定义什么货？吼，我想这吼，咱对即个一般劳工兵来讲吼，你也是迄个非常吼，即个依赖即个基本工资来生活的人吼。你搁爱互伊了解，真正了解讲吼，到底伊使的钱，敢是有即个雇主符合即个基本工资？因为对伊讲最重要的啊，所以讲吼，你也讲真正大家做者劳工朋友，拢无了解即个法律的规定，吼，你政府你这部分你还未立法进程，敢是先来处理这个问题，互咱台湾这一般这个足接近这个基本工资这水准的这朋友，会当了解讲去家己去算讲，我领的钱雇主有违法无？我想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代志吼。是，蔡教授。拄则林教授讲的这个代志，你所了解敢有包括伫即摆劳检的内容内底，就是讲，互劳工知影讲，伊所领的月给，伊所领的薪水，不管是啥物形式，到底是算伊的工资，还是补助，这敢有伫劳检内底？这应该是咱对着咱真侪劳工上基本教育，应该爱互因知影一寡常识啦。这应该毋是劳动检查，劳动检查应该毋是讲你有违法无啦。所以我是感觉讲基本工资这个问题吼，其实大家拢讲要调吼。我有一个较无共的看法，就是讲你若讲要对这个无共的产业吼，要互伊无共的基本工资吼，其实可能有一点仔违背着基本工资的精神啦吼。因为对着基本工资领基本工资的人来讲吼，因为你是不管伊无分伊的大细汉，无分伊伫啥物产业，你是要维持伊伫咱这个社会。有一个一定的生活水平，所以我小港拢伫台北市，我伫新北市，我伫桃园市，我做的产业无共，你着好无共的基本工资，大家观众朋友感觉安尼够合理，听起来有一点仔怪怪啦。是，好，所以有足侪厂商会感觉讲你着爱，特别是反对调整即个基本工资的即个厂商，因着讲阮即个产业就是较歹所以你着。莫互我调较侪工资你着调的趴数会当较低啊。但是咱爱等于想上原始，咱要啥要即个要调即个基本工资，咱要有基本工资制度的即个保护的原理是啥货？还有一个上重要，就是讲过去咱伫经济学界，大家嘛有提出一个做效率工资啦吼。效率工资除了拄则秘书长讲着讲，你互伊较悬的薪水，会当互伊有较营养。会当买一寡较营养的物件来食以外，比如讲我若咧食即个卤肉饭，我会当加点一盘菜，我会当加点一粒卤卵，吼，除了会当互有较健康的生活以外，你嘛会当互你的员工会当对你较有忠诚度咧，莫互伊安尼卡袂着去乌白换即个工作啦，吼。所以你若有法度互因会当有较悬的薪水，你就会当互因有较悬的即个忠诚度，其实这嘛是足好的。上尾我是感觉讲，我是对，虽然大家拢会讲上加工资法吼，总统一直咧感觉讲基本工资真重要，这是真重要。但是伫即几人来，除了基本工资以外吼，我感觉咱要照顾劳工有足侪方式的啦。吼，毋命基本工资尔，基本工资只是其中的一种啦吼。你会当互即个咱的员工会当去食头路的时阵，伊会当毋免烦恼讲。囡仔要请送过，厝内的时阵，遮个老大人要请送过，会当减少因遮个负担，减少因遮个烦恼的时阵，其实这嘛是对咱劳工一种足大的帮助。吼，这是社会面的。另外，对厂商来讲，你若是有能力的遮大厂商，你会当互你的员工有一寡较好的即个囡仔会当带去公司，公司若有一寡较好的即个会当帮你顾囡仔即个制度，比如讲有幼稚园，这其实嘛是一个。足好的一种政策啦吼，所以其实基本工资只是其中一个对着要照顾劳工来讲，毋是干那钱尔啦，有一寡毋是钱买得的物件，嘛会当达到咱政府来好好思考。是对雇主来讲，伊无一定讲一定爱反映伫工资面顶，亲像蔡教授拄则所讲的，若是顾伊的囡仔，顾伊厝内老大人，这可能无甲伊起工资共款会互伊受到照顾吼。是。秘书长，咱即马来讲一个。重要的问题吼，就是讲劳方若是伫反对讲起基本工资，有一个问题就是讲，因讲你若是起基本工资，就是一款人受到利益了，就是讲移工。
咱即摆移工差不多40万人吼。啊，你对这款的讲法，你有啥物看法？这是一个较荒谬的讲法哈。为什么？这证明哈，移工的这政策是一条荒谬的政策啦哈。为什么咱个才有移工吼？咱讲外劳啦吼。就讲今年拄好是1992年哦，伊个就业服务法哈30周年了哈。啊，迄就是咱政策性制度性的引进那个移工的一个政策啦哈。为咱引进移工吼，咱先伫咧国内来爱找工吼，咱找无工，比如讲你起厝的，讲5万块嘛找无人，啊，就造成欠工。欠工以后，咱就去劳动部申请这个移工嘛。好，观众朋友，这个工课的价值是5万块，唔是2万5吼。啊，即摆吼，咱迄个外劳，咱移工入来以后，咱的迄个手续拢互伊基本工资。吼，如果咱安尼看吼，这个工课价值是5万块，结果咱干那互伊2万5千块。伊绝对会造成资方整体的工资会扭落来嘛，吼，这是第一点。第二点，这叫同工不同酬啊，吼，咱敢有法度接受讲这同工不同酬，吼，所以外劳的政策，是讲移工的政策吼，伊本身就是一个北下的政策，吼，伊是讲互咱的这资方使用较俗的劳动力，吼，我是感觉这部分来讲吼，是咱爱好好检讨的，吼，啊，当然。如果这个工课伊价值是5万块，不管是谁做，不管是国内人咧做，还是外国人咧做哦，本来就要互伊同款的这个工资哦。我感觉这部分来讲是莫阁用这个理由啊，吼，因为每一档资方拢讲啊，爱起工资会使，爱起基本工资会使吼，啊外劳甲工迄个基本工资爱拖高，啊这其实这是本末倒置啊，吼，这是绝对是一个荒谬的讲法啦。是林教授。比如你讲的这个代志嘛是真重要，因为伊就讲到讲同款的工作，台湾人做是可能5万块，啊，即摆你找移工来做到2万5。这林教授拄则所讲到，讲若是起基本工资，同款嘛影响到雇主来请人工的这个意愿吼。啊，咱看到即摆是劳方同款一个工作，可能咱台湾人5万块我也袂做吼。啊，若亲像即款的状况，咱伫法律面顶吼，安怎互伊较矫正？我想吼，这是一个差别的一个对待的一个方式啊，就是讲是安怎你迄个对本国人、外国人，竟然吼，这个劳基法竟然有差别的适用的这个关系，吼，我想这第一个唔对啊，吼，第二个是讲，咱即马讲的这个是啊对这个外国人劳工有影响，因为咱台湾将外国人劳工吼分做吼是白领、蓝领。就是讲，你有一寡是迄个吼工厂的，吼，咱讲一般迄个产业工人，外国人劳工。另外一种的，咱讲比如讲，伫遐个补习班教英语的，吼，伫外商上班的，吼。啊，我想是安那有种差别，因为咱台湾有一个足特殊的一个，迄个咱一个迄个法律上吼，伫迄个作为腐化的对一个安尼外国人一个劳工即个政策吼，伊安尼家有做一个差别啦。啊，所以这种差别就是讲，你造成你讲迄个哪领即个劳工哦，外国人劳工吼，伊无法度吼自由的迄个转换伊的雇主嘛，吼，所以伊基本上一个劳动力的这市场内底，伊即个工资的这个计数本来就是会起较低嘛，这是一个无公平。所以因为这无公平，伊会当只好拢会当追求的，就是讲这基本的工资可能是一个较好的薪资的迄个水准尔。你个家差别的适用了以后，我想对因来讲吼是足无公平啊！吼，这有可能可是咱伫台湾吼，咱是伫国际上这方面吼有受到真大迄个吼，这个争议啦吼。我想这部分应该就是应该袂当个吼有一个差别适用吼。是。啊，另外个要讲就是讲吼，其实这个基本工资咧，即头我讲就是讲吼，咱台湾吼，其实做在法律上吼，咱拢吼是其实迄个要安去算即个工资吼，在法律上吼争议真大。像咱迄个几啊当前吼，一个1例以上吼，咱即摆人本国人来讲，拢毋知影讲，咱到底是要安算加班费吼，尤其是对外国人来讲，伊佫愈毋知影。哦，对无？因为伊语言佫袂通啊嘛，对无？所以说咱本国人佫毋知讲到底有符合即个基本工资的即个有即个雇主有违法无，拢无啥了解啊。你对外国人来讲，伊佫愈毋知影，吼。所以说我感觉即部分就是讲，咱即个立法进程，
那应该阁是讲从遮的基本工资，要安怎去真正去会当讲吼，去落实，会当互遮的劳工，毋是本国人尔，啊，佫遮的，佫若是迄个依赖遮的基本工资，遮的外国人劳工，吼，伊应该佫较知影讲这个雇主喏有违法无？吼，我想这是一个最重要立法吼，一个政策啊。是，蔡教授、林教授所讲的，就是偏外国人伫台湾这个领薪水的这个阶级无共吼。若是就产业来讲，安尼的政策对产业有啥物歹的影响？你这个影响就是讲，你若讲要互这个外国人领的薪水吼，要互伊较低咧，莫互伊领基本工资。咱问观众朋友大家一个代志就好啊啦吼。今仔日恁囡仔有可能走去到澳洲去拍工啦吼，去澳洲找头路啦。今仔日若澳洲的这个薪水甲你降低落来吼，你会甲想要过袂？你想要过的这个意愿一定会降足低。是。大家观众朋友毋通袂记，就是讲，若甲有人想要讲，比如讲，就基本工资你就莫适应啊。你得爱想看嘛，台湾即马是欠工，而且嘛是欠外劳，欠足侪技术的外劳，嘛拢欠啊足严重的。今仔你若甲要无想，因为讲要参基本工资，甲你脱钩去，你甲脱钩埋啊，以后这厂商会消失哩，毋是劳工会消失，劳工根本就无意愿来，人会想要去日本，人会想要去韩国。